运8当时这个空中加油机的技术，俄罗斯不给。当时中国一改造预警以后，俄罗斯就知道中国要组建战略空军，马上就不给了。127就不卖给我们，战略运输机不卖给我们，所以就当时这个空中加油机技术没有。现在的乌克兰把这套空中加油机的技术给我。运20的加油版用的这套技术源于这个乌克兰。还有这个 UGT-25000燃气轮，这个太厉害了，全套技术啥意思啊？现在我们的05驱逐舰、052D 大型驱逐舰2种上万吨级的驱逐舰用的发动机全是来源于乌克兰的燃气轮机。还有什么大型补给舰，4万吨级的大型补给舰用的整套技术，乌克兰技术。这个直升机啊，坦克发动机，巡航导弹，我们现在的东海10巡航导弹基本上跟美军的这个战斧差不多。这个小型涡扇发动机啊，高精尖啊，解决不了。乌克兰把这套技术全部给我们，当然拿钱买的，人家卖给你不错，才几百万美元啊，那一下子中国的这个中航导弹大爆发，一下子大跃进20年。所以大家明白啊，军工啊，你还是站在巨人那边。